树木的利益。当论到上帝所做的，照咱世间人的肉眼是看袂会着了。物有宝贝的，也有较粗俗的。若是要讲起到招悲，是讲袂尽。小可举起一项来讲，地面上的树林有啥物通干涉伫咱人？若了仔来想，实在是有真大。迄号的所在是较上有水，也较爱对遐落雨。想到即个，到底是啥物理伫地？真正有，的确是有理。因为树林是属伫悬山岭尾的中间，若是伊常常无生，是对较有搭云伫遐，就快快会落雨。边洋的所在，百项草木也对伊兴起，搁树的根串入伫深深的土，食迄内面的水气，叶煞会吸迄个水，互伊较浮起来。就对较低的坑沟流出来，常常有树影在指引伊。无论是抗旱，还是年尾时，定着有活活在流出，互人平安来享受伊。世俗人若到伫即号的好景地，得到树影的指引，受到凉风活气的欢喜，心受到即时的感激。可惜，侪人袂晓得通吹到迄个源头，是甚物人会得互伊安尼？总是人着会晓保守上帝所做的物，伊所做逐项，无毋是要做咱人的利益。早阿伯拉罕迄时的人，掠即个水真保守，检采听见的人，的确掠做奇怪的事。即个水要刣着遮保守，因当时咧保守是用石盘插做井，内面是壳，喙是液，款式亲像红，通用石搁来嵌伊。若拄着抗旱还是年尾时，就利便通用，毋免有欠水的艰苦。亲像以色列百姓伫旷野，爱得到一点仔水来止喙焦，也无。但来比一所在，就是伫甘仔拿早的时阵，前后有树林，水也充足，流过伫抗旱甲淡尾时，拢有通润得。但无啦，常常伫年尾有欠缺水的艰苦，这是因为无树林通指引。也是人对起头贪着小可财利，用遐的树册来烧火炭去卖钱，这是舍本逐末。若是人会晓得用，就袂会害到伫根本。若会亲像明主所讲的话是真好。伊讲捕头若照时入山林，就树木用袂了。搁礼记月令迄篇在讲，季夏的月，树木拄仔要茂盛，就命令将山林的官入去树林内巡察遮的树木，是无爱互人斩伐。可见古早明哲的人也通达即号的理来做，通保守。但咱若会晓保守即号的小事，无毋是做咱的大利益。搁来讲一所在，就是香港。早的时，亲像死地无雨水通润得，草木一概孤单袂发。当有明理的人去遐开垦栽种树木，后来树木茂盛，就较有雨水以及凉风活气。对安尼就无搁做旷野。煞变成极热热的所在，安尼生，若地狱变做天堂，这也通讲赞天地之化育。